再来看，国内有民众透过 App 买一款 AI 音乐软体，虽然强调讲唔免付钱哦，也毋过落尾伊的信用卡刷封口6990块。其实有袂少的民众哦，拢有发生过类似的问题。消保官是表示讲，业者可能已经违反消保法，也毋过嘛讲哦，因为这 App 拢是国外的开发商，钱想要留回来，恐惊无遐尼简单，所以一定得爱先看好清楚规定。手机啊，小点者真轻松，就会当下载 App。不过，这阵啊，网络发生灾情，有消费者看到优惠的消息，一款本来爱万外的 AI 音乐软体，限时特价免费，一步一步下载了后，选 App 内底免钱的选项，无想到跳出路卡通知，才互人发现路6990块。因为以前都一路这样操作都不会有问题，然后我就按2下付款了，然后就中招了。中招之后。就开启我一路的这个申诉啊追讨，这个很明确的就是诱骗。点开软体评论页，未少消费者有拄到类似的状况。原来准讲消费者选免费的选项，跳出来的付钱通知也是会显示一届收6000外。消费者若是无注意，就完成入卡。不过消保官嘛警告，可能已经违反消保法。一刚开始以为是0元，那扣款的时候也以为是0元，就没有特别注意到扣款是6990，于是就按了订阅。然后就产生了扣款，这样子当然是违反那个没有清楚明确告知那个消费资讯的这一点。根据台北市消保处统计，今年1月至8月，类似的手机啊 App 付款争议都有10件以上，不少人拄到开始是免费试用的 App， 向开始扣钱。之前就是有用过记账软体，然后到后面就开始要收钱，但就已经被扣了，就算了。大部分是那种辅助程式会直接删掉，因为觉得说你骗了我啊。一开始是免费的，怎么突然变要钱的？消保官嘛提醒，未少停息的开发商拢伫境外，扣钱了后，要搁讨倒转来机会少。各位停息进前，一定爱甲相关的条款、但书拢看清楚，防止赔了钱。记者采访报道。